來了。我有一种预感，我这次一定能中。你孩子倒是有了，我工作呢。你不知道，我最近才发现，我简直是宠物按摩界的奇才。我刚刚找到事业的方向。那好事儿啊，那真是好事儿。那你就好好发展你的工作，我也就好好的生我的孩子，咱俩互不耽误，互不耽误。得了吧，我刚觉得一切都步入正轨了，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。我不想天天在家给老公做饭洗衣服，你不知道还有多少小宠物都等着我呢。可是我现在一见了戚明峰我就心虚，他要是知道我跟你一塊设计，给他制造一个私生子，我那工作还能保住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关键的问题是我为了我这个孩子，我整个人都快发了。那我也不行，那我也有工作呀，我不能为了你的孩子牺牲我工作呀。你工作都比我孩子重要。烦不烦啊？吵死了！你俩能有我烦？什么事儿都让我遇得上。你跟王老师谈的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那怎么办？不知道，顺其自然吧。反正我不能因为你孩子就没工作啊，我觉得。那我的孩子肯定是比你的工作重要。你是不是一姐们儿？你能不能为我多付出一点啊？你什么人啊你？我抑郁了。我没听错吧？就你这样的还抑郁？你抑郁，成天上蹿下跳，跟个活猴子一样。你要抑郁了，全世界没有好人了。闪闪，我来给你诊断一下。好啊，我急需诊断。你是否一直感觉到伤心或者是悲哀？爱莫大于心死。你是否感觉到前景很渺茫？何止是渺茫，简直是渺茫。那你是否对事业、家庭、爱好或是朋友已经丧失了興趣？一半一半吧。什麼？雷閃閃，你天天在我床上睡我，總得對我負點責任吧？我憑什麼對你負責呀？我又不能讓你懷孕。你是否